来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台中潭子火车头边卤味摊的枪击案。这个凶手开枪，甲人弹死了后，马上开车来绕跑。警方嘛随伫太平黄德国小附近的产业道路找到凶手的车。讲这凶手可能是往太平山区的仙女水墙，也则是往南投国城的方向来逃走。但是因为这个太平山区震垮，阁有真侪小路啊，而且凶手阁有枪，这伫个夜间超山是真危险嘛，真困难。啊，讲这个凶手是伫个苗栗泰安一间温泉饭店咧做总铺，要杀人进前，疑似有敲电话，甲伊的情某来道别。即摆警方是惊讲伊会想袂开，早起嘛出动着警犬队继续敲山找人。台中潭子火车头附近造成一个人死亡，姓林的嫌犯还未抓到。不过警方已经掌握伊捌伫苗栗泰安的某一间温泉饭店吃头路。我们一直想，我们都还说不是他，因为他其实平常在我们公司跟同事相处那其实上班都很正常，很正常啦。对啊，都很正常啊。平常时和同事互动真好，是安怎会伫人来来去去的火车头附近对头家开枪？警方目前怀疑是感情纠纷，嘛查出伊伫杀人进前，敢若有敲电话和前某相识。警方目前掌握嫌犯逃亡的路线，伊伫潭子火车头附近犯了后，赛车去太平黄德国小附近，甲车等掉了后，开始密去山区。目前可能是对仙女水墙或者是南投国城的方向。犯案车辆及对象，那积极查缉中。虽然警方伫案发了，强调一定会赶紧甲嫌犯抓到。不过太平山区真大，小路也够侪，加上嫌犯有枪，伫暗时进入山区的危险性真悬，互规个搜捕行动充满困难。叫麻烦恼查甫人一个人秘伫山区，可能会想袂开，所以透早嘛出动警犬队做伙协助搜山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